2026年嘅 NBA 全明星賽喺洛杉磯 Intuit Dome 主場畫下句號。呢場被視為聯盟盛事嘅比賽都有住好多嘅意義。近年嚟，明星賽都因為種種嘅原因而令到吸引力下降，收視率低下，而聯盟都已經不斷作出改變，試圖挽回劣勢。而今年呢場明星賽都可以話係改革力度最大嘅一年，試圖挽救呢項年度盛會近年嚟逐漸失去嘅魅力。過去幾屆全明星賽經常都被球迷批評係缺乏對抗，球星們只係以表演為主。入專賽同埋三分大賽雖然偶有亮點，但正賽部分已經淪為過下場嘅娛樂 show。而聯盟總裁 Adam Silver 顯然已經意識到呢個危機，因此推出咗全新嘅3隊循環賽制，將24名全明星分成由本土年輕球員組成嘅美國新星隊，以老將為主嘅美國星條隊，同埋由國際球員組成嘅世界隊。每場比賽就只有12分鐘。循環賽階段3隊對戰，以戰績同埋淨勝分排名，前2名晉級決賽。咁樣嘅設計唔單止縮短咗比賽時間，更加融入咗包含國家榮譽、世代對抗同埋緊湊節奏嘅元素，讓球員從開場就必須要全力以赴。而呢個改革又係咪成功呢？從整體嚟睇，呢次嘅嘗試確實係為全明星賽注入咗多年嚟未見到嘅活力同埋討論度，但亦暴露出賽制喺平衡性同埋執行細節上嘅不足。佢喺激發競爭精神同埋提升觀賞性上確實係取得顯著嘅成效，但喺體能管理同埋球星參與度上都留下咗一啲嘅遺憾。大家好，歡迎收睇莊子籃球。今日我哋就嚟睇下明星賽嘅改革係唔係成功。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嚟睇下。未睇過呢個 channel 嘅朋友，呢度主要係由一個社畜分享 NBA 嘅頻道，有一個普通小球迷角度講下自己嘅意見，消息未必追得最快，亦唔係專業，請多多包涵。之後會嘗試更多唔同種類嘅影片，希望大家訂閱支持。廢話少講，我哋即刻進入正題。呢屆全明星賽嘅改革主要核心在於打破傳統嘅東西岸對抗或者隊長選秀模式，轉向更具結構化嘅循環賽同埋國家世代分類。循環賽階段3場比賽都係以短暫嘅12分鐘決勝負，產生咗多場嘅壓哨絕殺同埋加時嘅戲碼。最終美國新星隊同埋星條隊晉級，世界隊就2連敗出局。決賽入邊，新星隊以47-21大勝星條隊。Anthony Edwards、Ant-Man 3場合計32分，高效獲得明星賽 MVP。雖然決賽比分懸殊，但都凸顯出改革嘅意圖。透過短暫嘅高強度對抗，迫使球員展現真實嘅勝負欲。相比過去全明星正賽嘅鬆散氣氛，呢次嘅賽制明顯都提升咗比賽嘅緊張感同埋不可預測性，讓觀眾由頭到尾都保持關注。從成效嘅角度嚟睇，呢場改革最突出嘅成功之處，都莫過於成功喚醒咗球員嘅競爭本能。喺10年之後，全明星賽都好似被視為表演賽一樣，球星們往往都會保留實力，專注於華麗嘅動作，而唔係防守同埋勝負上。但今年短暫嘅12分鐘賽制結合淨勝分嘅規則，讓每一次出手、每一次防守都至關重要。Ant-Man 賽後都直言中意呢個賽制，佢話只有12分鐘能讓佢哋明刀明槍咁樣去搏，3支球隊就將球團區分開，讓佢都覺得好正。Wemby 更加喺賽前就公開承諾會全力以赴，佢嘅態度都成為咗整場比賽嘅基礎，感染咗周圍嘅球員。呢啲球星嘅正面回饋都顯示改革喺心理層面上發揮作用。過去球員經常因為傷病或者疲勞而打卡收工，但呢次國家榮譽嘅元素同埋世代對決嘅元素，讓勝負唔再係抽象嘅概念，而係直接關係到個人同埋團隊嘅尊嚴。Ant-Man 喺決賽之後更加強調，打敗世界隊係世界上最正嘅感覺。呢份霸氣正係聯盟希望睇到嘅巨星風範。從媒體同埋球迷嘅反應嚟睇，呢屆賽事嘅討論熱度遠高於過去嘅幾年，都證明咗改革係有效重振咗全明星賽嘅話題性。我都確實係低估咗呢班球星嘅求勝欲。原本以為冇實際嘅獎勵，佢哋認真嘅意欲都唔會太大，但比賽落嚟，佢哋都確實係有因為想贏而認真起嚟，都係賽前冇預料到嘅。而另一項顯著嘅成效，
就係改革加速咗 NBA 嘅新老交替同埋全球化嘅趨勢。美國新星隊嘅勝利唔單止係年輕球員嘅加冕，更加係聯盟未來走向嘅象徵。Ant-Man、Tyrese Maxey、Jalen Duren 等24歲左右嘅球星喺短暫嘅比賽入邊都展現出充沛嘅體能同埋果斷嘅出手，同星條隊嘅勒邦詹士、KD、卡瓦尼納形成咗鮮明嘅對比。勒邦雖然喺循環賽中拼盡全力，但係連續嘅作戰之後，佢都感到疲勞，讓老將們喺決賽中都顯得力不從心。呢一幕都雖然令人唏噓，但都真實反映出聯盟嘅世代更替。Wemby 作為世界隊嘅核心，兩場合計33分，攻防一體嘅表現，讓國際球星嘅影響力更加凸顯。聯盟近年嚟國際球員比例持續上升，呢次賽制將佢哋獨立成隊，唔單止給予佢哋嘅認可，亦激發起全球球迷嘅參與感。相比過去嘅東西岸模式，呢種分類更加能夠呼應 NBA 嘅全球化佈局，讓歐洲、非洲同埋亞洲球迷都揾到代入點。而卡瓦尼納喺採訪入邊都提到，自己呢一代嘅球星能夠維持高水平，都係得益於心態同埋科技嘅進步。佢嘅說話都間接肯定咗改革點樣為老將提供舞台，同時為年輕人鋪路。整體嚟講，呢次嘅改革都讓全明星賽從單純嘅明星表現轉變成為展示聯盟多樣性同埋未來嘅平台。呢一點喺長期嚟睇，成效都係十分之深遠嘅。另外，改革喺提升整體觀賞性同埋聯盟形象上都取得咗正面嘅效果。過去全明星週末成日都俾人批評為大集會，名人賽就充斥網紅，入樽賽就缺乏聲味同埋創意。三分個人就認為越嚟越好睇嘅，但正賽嘅平淡往往都拖累口碑。今年循環賽嘅緊湊節奏，讓比賽都充滿戲劇性。今年終於都冇俾其他嘅比賽搶到風頭。Ant-Man 嘅 MVP 表現唔單止個人名譽加身，亦為木狼等嘅中小市場球隊注入信心。從收視同埋數據推斷，呢屆嘅賽事嘅互動量明顯上升，證明咗聯盟喺讓球迷重新愛上全明星賽嘅目標上都前進咗一大步。Adam Silver 多年嚟不斷調整賽制，從隊長選秀到目標得分，再到呢次嘅循環賽，都顯示出聯盟嘅自我修正能力。呢次改革雖然唔係最完美嘅方案，但都提供咗寶貴嘅經驗，讓後續調整更有依據。但係客觀嚟睇，改革都並非毫無瑕疵，甚至某啲關鍵環節暴露出設計上嘅倉促同埋局限。首先，決賽嘅一面倒結果都凸顯出體能管理同埋賽程安排嘅不足。星條隊喺循環賽階段連打2場高強度比賽之後，體能嚴重透支，開場就陷入崩盤，47-21嘅比分喺全明星歷史上都係屬於罕見嘅懸殊。咁樣雖然都體現咗新老交替嘅現實，但係都讓決賽失去咗應有嘅懸念，部分球迷或者都會因此而感到失望。原來邦詹士喺賽前就表達過疑慮，佢指自己更中意東西岸對抗嘅形式，而家嘅係美國隊對世界隊，世界範圍可以比美國大太多，佢實在諗唔通有啲咩意義。佢嘅話都反映出老將對於賽制複雜性嘅唔適應，亦暗示改革喺球星嘅凝聚力上仍然有啲差距。而世界隊嘅表現同樣都係個隱憂，盡管 Wemby 全力以赴，但係 Jokic 同埋 Luka Doncic 都係象徵式出場，合計10分10秒得到2分，或者佢哋因為傷病嘅問題而咁樣做。但係呢種保留實力嘅態度，同改革試圖激發競爭精神形成對比。部分歐洲球星肩負喺常規賽嘅重任，難免喺全明星賽中都有啲保留，都暴露出賽制喺激勵國際球星上嘅局限性。點樣讓世界隊更具凝聚力，或者都係聯盟下階段需要思考嘅課題。而正賽以外嘅活動表現都拉低咗整體嘅評價。3分大賽 Damian Lillard以29分奪冠，成為咗歷史上第3位3次嘅贏家。但係聯盟破例讓佢上場都已經帶嚟咗唔少嘅爭議。而入樽大賽繼續缺乏聲味，表現更加令人難以接受。改革雖然讓正賽回暖，但係其他嘅部分都依然需要搞下佢。入樽賽真係要揾啲球星嚟參加先至有睇頭，而名人賽不如就直接取消咗佢，或者改成名人同球星組隊打1-on-1好過。
總體嚟講，個人認為今年全明星賽嘅賽制改革係一場值得肯定嘅嘗試，佢喺激發球星嘅勝負慾、提升觀賞性同埋加速新老交替上都取得咗實質嘅成效，讓明星賽都得以容光煥發。儘管決賽嘅平淡、部分球星嘅保留以及配套活動嘅缺陷仍係明顯嘅不足，但呢啲嘅問題都唔係一時三刻可以馬上改變。相比過去幾年嘅反覆調整，呢次嘅改革提供咗清晰嘅方向。全明星賽嘅未來都唔在於複雜嘅花招，而在於讓球星真正想贏。呢點都係今年可以收穫到嘅嘢。唔知大家咁睇呢？歡迎留言一齊討論，記得俾 like、訂閱支持，中嘅 Super Fan 之外，我哋下次再見，拜拜。